5日节要到啊，又阁有阿嬷北的肉粽通好食啊！我上爱片肉粽的香味，有猪肉的香，有土豆的香，嘛有竹叶的香味呢。对啊，敢若片着流喙烂。5日节还阁有一款香味，你有想到无？我想到啊，是香香。香香的味，亲像中药的五香粉，我足爱片呢。对吼，去年阮阿嬷有摕2个互我挂，一只兔仔甲一只老虎。老虎的头壳遐，阁用红线绣一字王呢。我嘛捌看过猴啦、龟啦，阁有规粒的肉粽，拢有够成呢，实在真够做。5日节，阮阿母去菜市仔，拢会买杏草甲青仔叶，转来挂伫门口。听讲会当辟邪，嘛有一支长长的，若像剑咧，叫做菖蒲，会当刣魔神仔鬼怪哦。迄中昼，阮阿爸会教阮兄妹仔安怎徛卵，阁会比赛看啥人较厉害，较大声徛好势呢。还有啉5时水的风俗，是咧提醒咱即阵的气候真热，蚊虫愈来愈高，爱细字毋通去互蚊虫咬着煞破病。上无彩的就是，即马咱遮拢无白龙船啊！即马家人河拢无水，是要安怎白？阮阿公讲，古早溪水拢真甜，毋若会当白龙船，阁会使行大船咧。是啊，真无彩。老师嘛讲，拢是咱人家己去错树仔。破坏山顶的水土，致使雨水流袂调，毋才会安尼。即马大家一句一句对阮念：肉粽香味脆烂甜，肉粽香味脆烂甜，香红香香来保身。香红香香来保身，杏草煲咸挂门前，杏草煲咸挂门前，良船啥人爬上紧，良船啥人爬上紧。搁念一摆，肉粽香味脆烂甜。肉粽香味脆烂甜，香红香香来保身，香红香香来保身。杏草煲咸挂门前，杏草煲咸挂门前。良船啥人爬上紧，良船啥人爬上紧。恁念甲真好，多谢大家。大家老早，阮是4年中班。阿花、阿黑、阿姨，5日节要到啊，如果有阿嬷包的肉粽通好食，我上爱片肉粽的香味，有猪肉香，有土豆的香，嘛有竹叶的香味呢。对啊，敢若闻着流喙烂。5日节还阁有一款香味，你有想到无？我想到啊，是香香，香香的味亲像中药的五香粉，我最爱片呢。对吼，去年阮阿嬷有听2个互我做歌，一只兔仔甲一只老虎，老虎的头壳遐阁用红线绣一个王呢。我嘛捌挂过狗啦、龟啦，阁有规粒的肉粽，拢有够成呢，实在真够做。5日节，阮阿母拢会去菜市仔，拢会买杏草甲青仔叶，转来挂伫门
当撇射。还佫有一支长长的，若树叶的，叫做冲蒲，会当抬无声仔去过咯。迄中昼，阿爸会教阮兄妹仔安怎徛呢？佫会比赛看啥人较厉害、较大声徛好势。也有啉河是水的方式，是咧伊来即阵天气真热，网虫愈来愈高，爱说哩，以后网虫家着上看病。上无彩的就是，即摆咱遮拢无白龙船啊，即摆家拢无水是要安怎白的？阮阿公讲，好早的溪水拢真甜，若会当白龙船，佫会使行大船的。是啊，真无彩。老师嘛讲，拢是咱人家己错树啊，破坏山顶的水土，地势雨水流袂掉，才会安尼。即摆